今天是2004年9月18号，是藏文课拼音教材最后一课。因为上节课这个第19课就是这个总结课呀，没讲完，时间紧了。今天时间正好，咱们说1小时，今天还能保证。咱们今天把它讲完，然后下一次就开始那个文法课。文法课就是那个文法课所有的例句，周继文老师都读过。那个 MP3 放在网上，这个我这有这个也拷了，一会儿你们可以拷在电脑里头，然后那个学了之后就可以听着他的就可以这个读，跟着读。现在咱们开始这个第19课啊，拼音总结。这个前边讲的时候啊，咱们是一课一课讲得很详细。现在呢，他来了一个这叫什么总一个叫总持，对，就是来一个总持，来一个这个总项，那个是别项，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呢，他来总结一下，也很有好处的。上节课呢，就是把这个总结过了一遍，这节课咱们可以过快一点。上节课呢，有一些词啊没读，这是个缺陷，就是规则知道了呀，你词不一定能读对。这节课呢，咱们把这个补上，把那个词咱们都读一下。咱们来啊，第一，藏文音节结构的分析，这个略过，就是说它是最多有7个组成部分。第二个，字母和读音的关系，它分声、韵、调3个部分。声是指声母，韵是指韵母，调是指这个1、2、3、4声。这个调咱们说过，只有汉藏语系的这2种语言呢有调，其他语言没有调。这也是这个汉藏语系的特点。下边咱们看第一个，说前上加字。你看这个总结它就有这个好处，前加字讲了3课，上加字讲了3课，6课到现在呢，总结一句话就完了。前加字上加字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把它算成一类。它只影响声母和声调的变化。咱们看啊，第一个说有了前加字跟上加字之后，第一个发生变化呢，使低调送气变为不送气。就是低调送气只有字母表第3数行那5个卡恰塔巴查，卡恰塔巴查有上加字或者有前加字，它就变成不送气，变成嘎加达巴扎，是吧？这是影响声母的变化，影响声调的这个低调送气变为不送气，调不变啊。第二个呢，就是使4个鼻音，就是那个字母表里头第4数行啊呀那嘛，这4个鼻音呢，还有注意这儿你看就加上了，总结出来2个半元音，就是娃跟牙，你上次没写，这儿半元音呢是娃跟牙。这6个字母呢，低调变高调，注意它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啊呀那嘛跟娃跟牙，它们只要有了上加字或者是前加字，它们就变成高调，是变调不变音。前边那个是变音，就是这个送气变不送气，送气的叫清辅音，不送气的叫浊辅音，清变浊。这个鼻音跟半元音呢是变调，就是原来它都是2声，现在变成高调1声，高平调。这是你看一个规则完了。下边有一个特殊的字母，就是拉要是加在哈上面呢，要读这个声母，要把这2个的声母合起来。拉的声母是就是发那个拉的那个声母了，然后这个哈的声母是呵。发这个合在一块怎么发呢？先做好发了的口型，然后直接发呵，就是哈哈，先做发拉的那个口型，把舌头往上边卷起来顶起来，认为发拉，但是不发哈哈，做拉的口型直接发哈，就这么简单。如果发不好就直接发哈就行了。这是第一部分就完了，比较清楚。下边第2部分说下加字，
下家字只影响声母变化。咱们看啊，第一部分呢，咱们说这样看着乱，但是你按字母表看就清楚。字母表第一竖行，你翻回来咱们那个字母表，第一竖行嘎撒嘎加哒巴，这4个是吧？嘎加哒巴这4个，它下边要是加上ra，加上下家字ra的话，都变成扎。看这就好记了。字母表第一竖行4个，如果下边加下家字ra，就变成扎。第二竖行里头呢，有一个咔，有一个啪，就是两头，中间那两个没有，中间那两个不加下家字，不加那个ra。咔跟啪，它要是加了下家字ra，就读叉。就读叉。第三竖行还是这两个，一个卡一个爬，只是那个调变了。第二竖行是1声，第三竖行是2声。卡跟爬要是加了下家字ra呢，还是读发音跟前头那个一样，叉还是叉，就是读成2声，就是茶。爬对，塔那多一个3个，对，就是卡塔爬3个加上下家字ra，读茶。最后那个哈老是个特殊情况，哈因为这个字母用的使用率比较低的，比较特殊。这个哈要是加上下家字ra呢，就念沙。它算一个特例，就把它按照例外来记。这样的话呢，也是按照字母表来记，比较顺。总结过了，然后下边嘎咔卡要是加上下家字雅，就读成嘎咔卡。这个你就硬记就行了。记成那个一看它就反映出这个就完了。实际上等于是在原来的那个嘎之间，嘎是咯啊嘎，等于在它之间加个 i， 加个一，就是gi ga ga，ga就发成了 ga。下边一个是巴啪啪马，有了下家字牙，发这个加掐掐娘，这个呢，这个没有什么新的音，它整个就是字母表的另一行，所以呢就是硬记就行了。再下一个说这个呀，加下字拉这个呀，就不要管谁加下字拉，不管前头，就是光记住就是说后边那个话，加上下家字拉，一律发高调拉就完了，根本不记谁能加。咱们那个时候用了一个字叫下家字拉，喧宾夺主，你也可以辅助帮助他记忆。只要下家字是拉，喧宾夺主，本来鸡应该读鸡字，现在不读鸡字了，读下家字。喧宾夺主，宾成了主了。而且呢，这个你等于还可以这样看，拉上边有上家字，你可以这样看，拉上边加了个上家字，拉就拉平了，就拉成这个高频调了。这些呀，说老实话，有时候你用一个很怪的想法，你只要你自己能想起来，就能解决问题。这个拉这个好记。然后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撒要是加了下家字拉呢，读达，就是它调不变，还是2声，但是呢读成有这个鼻音的，前头带鼻音的达。这是个特殊情况。最后那个说下家字瓦不影响发音，就不用管它了，只是这个区别单词用。但是它有一个什么这个就是那个，你看他说啊，在音译词中，就是音译它经常音译范文，可代表复元音娃中的乌，就是说如果在拼写范文的咒语的时候，译音的时候，如果下家字娃就读成韵母乌。你记这么个印象。咱们这个一开始学呀，读那个咒语还不多，先有这么个印象。下边的是这个后加字和再后加字。元音中也有乌啊。元音中有乌，但是它那个在范文转写的时候啊，它很复杂，不够用。元音那个乌。
哎，它这个还不是元音的无。不是元音的无，它这个就是用的情况也不多，它是直接加在那个就是字母的下边，加成下加字。这个娃加成下加字是一个小三角，叫额素，是吧？额素，哎，那个它就是说有很多，因为范文转写的时候它有区别很多情况，所以他就想了很多这个办法来利用各种来那个比较复杂。下边一个说后加字跟再后加字，第一个ra那个就是延长元音，这个可以不考虑啊。啦跟宜也是使这个宜跟一延长，也可以不考虑，咱们光记那个有变化的。下最后一行那个是有变化，注意改变元音，就是后加字跟再后加字。说这些做后加字或者再后加字的时候，使前边的那个就是元音呐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就是使 a 变成 i， 你这个时候可以自己把那个就是真正的发音标上，它这是写出来是 a 跟一，它要是那个发音就是 i， 就是咱们汉语拼音呐就发 i， 这个 i a 跟一就发这个，这是 a 跟一发这个 o 跟一是发约，约怎么记呢？你就记约的韵母，约的韵母，哎，约的韵母发的时候，你就一约约，然后呢把那个声母去掉，一约约约约约，然后把声母去掉，约约，光发后半截就可以把这个音找到。然后呢，乌发吁，这个好办，因为汉语里头有吁，带加两点就行了。就是如果碰到拉、伊、他、撒、拿这样这几个后加字的时候，前边的这个元音呢要变化。翻过来说，这个构成带韵母的带韵尾的韵母，这几个呢不用记，你就直接读就行了。拿本身就是那个是吧？你就给它直接就读出来就完了。麻就是 m， 拿就是 n， 爬就是 b， 卡就是 g， ra就是日，哎，直接读出来就行了，所以这个不用记。下边一个呢是改变调的，前边只是改变那个音，下边一个改变调的，就是卡、爬、塔、撒这四个呢使这个非降调变成降调。那个时候咱们总结了一个叫做把调摁下来，你随便自己怎么这个记，就是这四个后加字呢它要把调降下来。降调的方法呢咱们在这也可以组合一下，如果它前头是这个高平调，那就直接变成四声，如果是二声那就是变三声，就是升一段然后后边也要把调摁下来给它拉下来。如果原来是三声，没有三声带降，三声本来就是二声变成三声的啊，它不能对，它就没有这个变化，也没有那个就是四声在这，本来它就是把那个加在一二声然后使它变化的，对，好，这个第三部分是辨认基字，这个比较简单是简单，但是咱们上次没读，所以这次咱们也再来一下。就是说哪个是基字，你要是基字辨认不对的话，你根本就读错了，对不对？就找音就找错了。带有元音符号的或者上下加字的是基字，这个比较好认，咱们把它读一遍啊。米月哎，多摩韵母是 o 摩第三个你说应该读驼，不是啊，多一声，因为前面有前加字。卡恰塔帕查前加字之后它本来是二声吧，应该是哆是吧？它前面有前加字之后就变成一声了。你记混了。第三竖行卡恰塔巴查，如果有上加字前加字，是低调送气变不送气。
不变调，不变调。哎，不变调。哦，对对对。哎，所以这就是一个鼻音是变调。哎，变调不变不变声。哎，两个不一样。所以这个呀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为什么要念？就是你规则都看清楚了之后吧，就得老念，慢慢的呢，就把它掌握熟练了。所以这个念就是变成不送气，念成哆。第四个啊，摩。你看它这就是卡呢，把调摁下来，它本来是摩，哎，要摁下来摩，哎摩，下边一个，这又是卡恰塔巴萨，有前加字，所以呢变不送气，变成国，哎，下边一个觉，就是卡变成不送气，然后后边那仨呢把这个调摁下来，是吧？把二声变成三声，觉，哎，下边一个陀，哎，没有前加字上加字，读它原来的本音，慢慢就这个规则都就熟悉了。same， 后边有马要加一个 m， 本来是 c 是平声，但是由于有再后加字仨，要把调摁下来，所以一声变四声。same， 咻，哎，规则不讲了，这个回头听录音的时候自己再琢磨。卡，鼻音一加前加字上加字变平调，就是记住这个。注意啊，这个经常读错，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叫咱们那个规则是叫这个卡后爬是吧？变成蛙，这个再有其他抵消了。你别看这个还是管用的，这塔后爬呢变成蛙，那是指光有他俩的时候，再有其他抵消了，谁抵消了？塔跟爬抵消了，光读其他，他俩就没有了，整个没有了之后，咱们看啊，这个牙下边是牙哈。牙，但是它有上加字前加字，咱们就把这个当成上加字前加字，它就读鸭，注意，哎，就读一声了。那个牙是半元音嘛，它有上加字前加字就读一声，所以变鸭。鸭后边加个就是央后边有个仨，摁下来，样音，这就是读音的音，妙音天女就是这个音，哎，样。刚才那个倒数第二个上边 same 就是心，这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哎，就是三界为心的心。这个样和安让无恙的样是完全一样。样，别来无恙啊，样，对，样。最后一个字注意啊，塔，最后一个字塔，后下边这个小三角就是那个娃，下加字娃叫俄苏，哎。它加上呢不影响发音，只是区别单词的作用，所以呢这是第一行，下边看第二行。这个如果没有元音符号或者上下加字的时候呢，就要费点劲儿。先看两个字母的，如果是两个字母的不用说，一定是前一个是上加字，这个比较简单，咱们也读一下啊。塔糖台弹啊，应该台糖是哪个？糖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台，哎，应该是哎，对，台，哎，第四个是弹，哎，发安特安弹，天坛的坛啊，对啊，弹，哎，我弹那个弹棉花的弹，哎，都可以，所以这个学藏文好学，我跟你说，这个这它就是感觉不一样。下边一个啊，特，哎，发这个把啊改成这个然后呢后边这个爬还要发个波的口型，哎，特，下边一个tam，台，
下边一个4个字母拼成的也好办，肯定是第二个，因为4个字母拼成的它一定有再后加字，否则的话它不会出4个字母，所以呢有再后加字肯定有一个后加字，所以它就固定的就是肯定是第二个是其次，一个前加字。咱们也来读一下啊，你读一下。我看不清。不对，我读错了。对，是吧？对，你看这个第一步，有了前加字变成一声，后边有了卡撒，这两个都要把调摁下来的，摁2回，所以呢，它一定摁下来。第二个前加字它都变成一声，后边摁下来变成4声。下边一个的，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就是一声直接摁下来。最后一个啊，some，第三下边这个啊，说3个字母的就是复杂一点，上边都比较简单。说3个字母的呢，如果第3个字母是撒的话呢，它有2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这个撒是再后加字，一个就是这个撒是后加字，2种可能。先看是再后加字的，如果这个撒是再后加字，它是在什么后边是再后加字呢？在4个字母后边是再后加字，就是卡、啊、爬、麻这4个后边如果有撒，那他们就这个撒就是再后加字。那这样的话呢，后边2个后加字，那第一个就是基字了。所以咱们也读一下啊，拿扛特come，其他情况下第2个字母是基字，也就是说这个后加字撒不是再后加字的时候，那就只有一个后加字，那一个前加字一个后加字，当然第2个就是基字。所以呢最复杂的就是要记这个撒是再后加字的这4种情况，这就是整个你把这个情况记住，别的一般判断不错了。下边的这个字儿也读一下啊，第2个是 some， 你看它调不摁下来，它就是读平声的。第3个借架呀，它那个撒是咱们那个所以你们回头还要复习咱们的那个口诀，叫后加塔撒，音调都变。我是写的是什么？变音变调。你是写的是叫变音降调是吧？我是音调我看这个降音变调比较好，它不是变音降调，他把那个调给那个直接说出来了。我记得就是加1摁一下，加个1再摁下来。对，反正你自己自己如果有那个方便记住的，就自己就编，能记住就行。下边一个啊，那有了前加字只好变一声，然后是平声了。下一个啊，骂，注意啊，这个后加字卡呀，可以发一个歌的那个口型，所以呢，你也可以不发啊，可以发个就是骂，这个也是麻有前加字变平声，后边有卡把调摁下去变了4声。下边一个啊，解，这个不影响，前加字不影响，后边跟它没关系。下边一个给，你没带教材啊？给啊，那个这个呢，因为卡有了前加字变成不送气。好，下边连读变音，说2个音节连读的时候有这些音变现象。第一个，低调在第2音节变高调，低调在第2音节变高调，实际上这个记法呀，不如记咱们那个口诀。咱们口诀叫什么呢？叫前不降后不升。你就记这个前不降后不升呢，你用一个形象来记，这个就不会那个，就是用什么形象呢？汉语的3声是2头高中间低，藏语的3声是2头低中间高，你记住这个形象，就是
藏语读2个音节的时候啊，中间必须高，或者你最多是平，中间不能那个低，这样来记。这个中间高的那个调，你就老记得那个，找不着了就就用这个我明白了就用这个来找那个老记住这个藏语，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样的话你一记中间高，那就是什么呀？前不降后不升，前边不准出现降调，后边不准出现升调。好，咱们来看具体的啊。这个就是第2音节，就是什么呢？说不升，就是说后边啊低调变高调，就是如果后不升，如果后边有升调怎么办呢？变高平调。咱们来读啊，塔罗，罗本来是升调，但是在第2音节后边不许升，那它就只好变成平调了。后边啊，裸吗？你不能罗麻，那就成了读2个单词了，后边不能升，所以呢就读这个平声。再来一个啊，抹布，普木，后边第2音节不许升，就记住这个就行了。下边一个啊，卡拉，这个拉是怎么来的呢？本来是拉是升，后边不许升，它只好变平调，变平调又碰到后加字卡，把调摁下去，所以变成了卡拉，对，卡拉，把前头读错了。后边啊，米瑞，同样也是这个第2节不许升不许瑞，所以变成瑞后边又碰到后加字，只好是米瑞，直接读4声。最后一个忍路，不讲了啊。下边降调在第1音节变成非降调，就是前不降，前边不许降下去，不许像汉语一样中间不许低，所以呢第1音节要是有降调变成平声。咱们来看啊，塔巴，你不能塔，不能读前不降，所以读成1声。第2个加纽，加不能往下降，所以读成加。后边那个呢是平声，马在这个上加字下边读平声，后边一摁变成这个降了。擦巴，前边那个降变成平调，下边一个皮瑞，本来是撇，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藏族这个用的很平常，很多，所以它后边是闭元音的时候啊，它就把那个变成了吁，所以皮瑞，这个就是说前边是升降调，本来是撇，但是前不降，你不能带那个降的尾巴，就只能升不能降了，把那个降去掉，就变成了2声，变成了皮瑞，前边升后边降，变成这样。下边喇叭，本来是拉，本来要降下来的，但是前不降，所以把降的那一半去掉，只剩下升，就是喇叭，来嘎，3声都变成2声了。下边一个说这个低调送气的声母在第2音节变不送气，这个呀你就把它并到那个就是咔嚓塔巴嚓有前加字上加字那儿去。它如果有了前1音节，它在后1音节呀，你把前1音节就当成前加字，就是前头一有东西一堵，它就不送气了。但它这样有区别，就是它如果是前加字的时候，它调不变的。对。如果是连读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变调。它是你看不一定，它如果要是前加字的时候啊，它看后加字的情况，有可能也变调的。不，他就是说广看前加字哈，看到前加字跟它的关系的时候，它是不影响调的啊。但是呢，它如果在第2个音节的时候，它是往前移一位，它整个是由第2调变成第1调的，就是就是由2声变1声的。你看就是它是2个同时变。对。我想想没错。它是2变1了。对，就是说
广有前加字的时候啊，它是广变声不变调。它要是在第二音节呢，它就要中两个这个规则的这个受两个规则的管辖。一个是第二音节有了前加字不送气，第二个呢，在第二音节还不能升，它本身都是升。对，哎，所以它这个叫低调送气，两个都得变，既不能用低调，又不能那个送气，变成高调不送气。对，它等于变音变调。对对对，也就是它前面有个那个音节符的话，就多变一样。哎，没有的话呢，就只变变不送气，不变调。再给它来个那个音节的那个小点儿，小点儿，对，就是如果它是后一音节，一定是两个同时变，就是说既不送气又变高调。对，哎，对对对，总结的好。下边咱们来读一读试试啊。你像这个第二音节呢，卡就要不送气变嘎，然后呢，由于它是在第二音节不许升，所以它要变平调，它就变成了一个，哎，但是这个一个那个前边是 B 元音，后边这个 I 又变成了一，所以变成了一个，哎，一个。这个，但是在这个口语的时候啊，我听他们经常把这个就是你把一个本来是一声哈，经常他就那个一甩就一个，经常也那样也来读。但是这个规则呢，你记住是这样的。下边一个啊，可对，哎，最后一个我家，哎，本来是卡是送气的，变成不送气。然后本来卡是二声变成一声，我家，下边一个第一音节的后加字是卡啊，第二音节词尾，这个呢咱不学不管它，因为它是口语里头就是变成哑锅哪锅，就是变波念成锅，这个反而影响咱们那个诵读，咱们一律念波就完了。下边一个这个有用，就是两个音节，一个音节是 B 元音，就是一乌吁，哎，你可以把那个发音记上，那个乌一那个就念吁，哎，一乌吁。一个音节是 B 元音，另一个音节是开元音的时候，开元音呢也变得 B 一些。这5个要记，啊变成哎，你直接写咱们汉语拼音的就行了，啊变成然后这个 I 变成 I， 就是那个啊一变成 I， 这个不用呢，啊变成这是，然后O 变成这个，是 I 变成 A 吧，要是，啊一变成一 I 吧，应该是，啊一本来就读 I 嘛，就第二个。看一下啊，啊一本来就应该你说变成什么啊？对了，我读那个 A， 对 A， 对，上次课讲了，对，这个本来它是读 I， 然后如果 B 元音 B 一些，就是口再 B 一些呢，就变成了 A， 哎，就是张口更小了，更省事儿了，哎，它就 B 一些就变成啊变I 变 O 变乌，哎。然后第4个是 OE 呢变吁，变下边这个了，变吁。最后一个变一，哎，就是这个也是这个规则呢，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你要懂，而且你能想起来的时候啊，你就练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已经成口语，大家都那么说，你要是不避啊，那很难听，哎，所以就避一避，这个要这个注意，就是说，但是你不避呢，不算你错，就是他有那个就是有人读书啊，他就是读的这个就是文绉绉的啊，你不能说错，哎，这就相当于说咱们见面说吃了吗？哎，如果你要说吃了吗？就是说你把这个每个音都发出来了，哎，对，就这个意思，对，就是这口语里头形成的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你那个口张的小，这个你不会张那么大，哎，
就好像那个阿弥陀佛一样，那个老祖宗们都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它就是发音规律那个决定的。你第二个字啊是个咪，一是闭元音，那个咪是那个嘴很小的，你第一个张得很大，阿弥陀佛就很费劲，所以它就这个一开一闭，开闭些，那个开元音它就闭一些，所以它啊就变成了它为了凑合那个第二个发音，所以第二个是一，所以第一个呢啊就变成了所以就阿弥陀佛。这是那个就是它这个语言呐，它有自己的那个客观规律。你到时候你规定也不行，规定到时候它念，它也就念成这样了。到最后语音规则就得按照大家的习惯来改了。这是这个，下边读一下啊，说本来是咔丘，因为乌是闭元音，所以变成科，啊读成科丘，科丘，丘科，丘科，可对，可对，你看前边的本来是卡，现在变成了可，就是啊变成了那个还有一个，这是该日啊该就变成给是吧？i 变成 a， 给日，语种，该是语言，日是种类，语种。那音呢？比方说，应该给日吧？不，你那就成了二声了，给就成了低调了。它就是一声。它是一声，所以是给日，给日。如果要是卡的话，就应该是如果这个就是下卡，对，就是应该是卡日。对，给日，对，给日，就是低声，低往上升。对。好，下边还有例子啊，咱们来读啊，日木，变成了乌，普木，这个本来是修布，这就要变成乌是吧？修布，下边一个是曲日，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前边是低调，低声调，曲日，对了，我读的日啊，日跟日就成了 a， 就有点开了啊，对，曲日，下边一个是曲意，下边一个本来是得给，那个后边是一，前边这个 i 变成一，就成了得给，然后最后一个也是这样，就是底密，这个呢就是你顾得着你就练习，这个顾不着没关系，属于这样一个口语里头读的时候注意的。下边一个增加韵尾，这个也不是太重要，但是也是要知道，为什么呢？有很多也是成了习惯了，大家都那样读。比如说下边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呀，大家都这样读，就是什么呢？前一个音节呀只有元音没有韵尾，只有元音。这个没有韵尾，有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后一个音节的头一个那个前加字上加字啊当成它的韵尾了，这也是一个口语里头造成的。你比如说头一个迷，本来是迷，没有韵尾，就是元音就是一就完了，结果这个后边呢是啊呢它一般发成鼻音，所以就发那个对，所以就成了什么敏度，迷跟恩发起来敏就成了敏了，敏度。第二个品种，怎么回事呢？就是本来是撇，结果它这个只有元音他就把那个拉也发 n 的音，把那个上加字拉呢就也发成 n， 就成了品种。他这只能借前加上加字。前加上加字，对。前加上加字的发音也只能发 n 吗？还是说他不，你是拉什么这些发 n， 你像后边这个麻就要发 m，就要发 m， 这个就要发
这个只能接前加字上的字，因为你鸡字它还要发后边的音了，鸡字要发后边的音了。它能借出去的就是前。只能前加字上加字。咱们后边这个啊，本觉康，它本来是北，但是后边那个北也是只有元音 e 没有韵尾，它后边那个 m 呢就跟上去了，就变成了 i 就 m ben 就是加了个 m 啊，实际上跟加那 n 也差不多啊。本觉康，这个调也说一下，北是书，觉是藏，康是房子，藏书的房子就是图书馆。这个名词啊，如果是双音节词咱们现在都会读，如果3个音节的词呢，名词一般呢第3个读清音，就是名词的话一般就是第3个读清音，所以它这个就一般就是读本觉康，本觉康第3个等于读清音。如果要是动词3个音节呢，后边一个就是单独读，动词第3个音节，就是因为动词一般它最后啊可能是个助动词啊，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这个就前2个读一组，后一个单独读。是不是最多就是3个音节？最多就是3个音节，4个音节就当成那个2个读了，就按那个双音节处理了。下边啊，就元音是无，它的那个也是光有元音没有韵尾，后边呢前加字是爬怎么加呢？加不，就不西，西不就，俺不干，这些啊它都成了习惯了，所以这些就得加。当然说你硬不加呢也行，但对咱们翻译是没有任何都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个口语，咱们也就是先学的时候也知道规则啊。最后一个是音节合并，不学，因为这也是口语里头的事儿，就是自己看看就行了。好，下边重点转入学单词，学那个颂子啊，这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因为上一次读过，这一次呢不详细，就读一遍就行了啊。下边啊 ，sir， 这个日啊可以发出来也可以不发出来啊。金子 u， 牙有了前加字变成一声，所以读 u 啊，这是就是玉石啊。气，胖气，这是贵厨。那个气是字儿，气噜，肥肉，姑素，身体的敬语，不是敬语的就是驴语，是吧？驴语那是咱们一般人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尊者的、上人的，这个反正就是敬语，表示我对你尊敬，也不见得是那个咱们佛教啊一讲是圣者的啊，那个什么上师的。因为那个平常的人里头，他可能我为了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哈，就也可以用，就是敬语。下边啊，俺给，我胜啊，我强，我行，这个很那个形象的。岗，上面让自己，插布，茶是牙，不是突出。单杯，谚语。写，民歌，这是4句6言的民歌，有固定的格式。来谢，格言。格，需要。嗓，不对，怂，嗓是把那个下边那个去掉了，是嗓，对。这是抓住，松，民啷家，民啷是愿，家是发愿。这个家呢，你看动词的第3个吧，它就是一个单独发，对。下边一个啊，突家囊，
哎，也是单独读最后一个丁丁，空读去，这个图是这个虚词啊。我刚才读的是丁，应该是灯啊，那个丁是一发的那个啊，应该是丁啊，那个啊灯啊，那就是我读错了。第19个啊，上面是灯啊，这是发现的错误，我前头都是读成丁。下边一个空读去，这个图呢是一个虚词，是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都读轻声，所以这个分成两个，就是前两个呢空读，哎，这个空读去，哎，空是洞，孔洞，空就是孔，突是这个代表方向，去是进入，哎，进入到那个洞里，进入到里面就是理解了，哎，很形象。康熙，这个习是虚词，是任指就是某一个呀什么，所以就康熙，哎，任指一个。这个啊，人家，墨绿，米恰，热，曲，下边这个啊，这5个都是的意思。为什么要用5个呢？它是跟在什么样的这个挨着什么样的前面那个字挨着什么后加字啊，它那个用的不一样，这个回头大家看看就行了。下边咱们来那个2声康熙啊，是这样，康熙就成了双音节词了。现在这个习呀是一个虚词，轻读轻声，所以那个康呢单独读就读2声，哎，康熙，哎，它这个3声啊是造成的，就是它本来是读2声康，哎，康就完了，康是任何的意思，本来是读2声，但是你因为后边有个轻声，它自然就给带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读的是2声，单独读，后边那个读轻声是那样意思。下边咱们来读一读这几个格言啊。第一个是单杯是谚语，咱们看怎么读啊。俺给给，半句的来啊。俺给给，哎，俺给是读双音节，然后那给是的是这个轻声，哎，俺给给，茶不丁啊，又读错了，茶不登。啊，我那个录音我都录错了，哎，茶不登，俺给茶不登，下边还分开，云丹给，秋米恰，云丹给秋米恰。咱们来看啊，俺给就是我胜，就是我慢，佛教这就是直接译我慢，这是因为是世间的那个，所以他说译成骄傲啊。这个我慢的突牙，那个茶是牙，蒲是突出的牙，灯是上面。这个我慢的突牙上面啊，骄傲的突牙上面，允丹是功德，咱们说佛教的功德，它实际还有什么呀？本事，这个就是我有这个本事，哎，本事，优点，优势，学问，哎，他这取了他学问的意思，说学问的水秋米恰存不住，哎。谁骄傲了谁，咱们这个汉语就叫什么满招损，哎，反正就是那个骄傲使人落后，什么虚心使人进步，满招损谦收益。突牙相当于露头的船字，露头船，但那个意思又转了，哎，
这就是存不住水，存不住学问的水滴，很有意思。这个藏语里头有很多，这个以后可以这个取过来啊。再来一遍啊，俺给车不登啊，就等一下啊，我老改不过来。俺给车不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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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丹给秋米恰。云丹给秋米恰，云丹给秋米恰，云丹给秋米恰。好，下边一个啊。细润的啊。你那个看那个什么叫孔繁森那个电影里头不是有那个小学生读课文，哎，特别好听，跟那个汉诗一样，7个音节哈，读的特又是童声，哎，藏文读好了确实好听，以后录点那个给大家听听。这个下边一个别看句子长，它这个老重复好读。咱们也那个，因为时间紧，我就发声，你们就跟着读，没关系啊。咱们先了，爱迫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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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是我，阿克古伊是的，哎，我的迫于是家乡，哎，爱迫于，哦，这个问题，爱迫于啊。就这个我一看我都以为是这个啊上面带元音，我就以为它是这个基字了，其实这是个阿 K 归 E， 对，后加字。哦，那个刚才那个就是咱们没讲那个，就是最后一个单词就是的。你看下边啊，说如果没有后加字的那个单词后边跟夷啊夷，什么样跟夷呢？跟了夷或者是跟着阿 K 归 E 都读夷，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跟雅 K 归 E 呢，前边要带一个小点儿，它就变成2个音节。比如说诗需要加一个音节，它就带个小点儿；比如说诗不需要加一个音节，它就加到那个字的后边。所以记住这个是个那个的，哎，然后后边啊 ，segi， 金子的啊，金子的，龙巴人。龙巴人，哎，这个巴就不要读的太那个啊，就不要太啊了，因为前边是乌是闭元音，龙巴，龙巴，哎，这是个自然那个龙巴人啊，就是读成啊变成是吧？不，哎，龙巴是这个地方，人是市，哎，我的家乡是，你看这个它这个动词都在最后边啊。你先读动词，咱们汉人说我的家乡是什么呢？金子的地方，实际上就是金子般的地方，金子一样的地方啊，自夸。老王卖瓜，咱们来一句试试啊。爱迫于塞给龙巴人，爱迫于塞给龙巴人，爱迫于塞给龙巴人，爱迫于塞给龙巴人。看下一句啊，塞波。塞是金子，塞波是黄色的，这要哎，就是金黄色的，哎，看见这个黄色看见金黄的那个这就是它那个形容词啊，经常是在后边的，所以这就叫黄色的金子，就是这要是直译的话。下边一个啊，日对，哎，日是看见。提是时候，看见的时候，动词在后边，看见什么呀？看见那个黄色的金子。我一看见黄色金子的时候，怎么着呢？迫于尘，迫于是家乡，尘是想念、思念、怀念，就想家。哎，谁让你夸那个家乡是金子了呀？一夸多了一份烦恼，多了一份思念啊！世间人就觉得挺美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挂碍。咱们来读一读试试啊。塞波日对迫于尘，塞波日对迫于尘，塞波日对迫于尘，塞波日对迫于尘。你看这一看见金子，迫于就缠上了。咱们来这2句合起来读一下啊。不是合起来读，就是2句，一句一句读啊。爱迫于塞给龙巴人，爱迫于塞给龙巴人，塞波日对迫于尘，塞
再来一遍，爱迫于三个龙巴人，三三包热对破一产，三包热对破一产，下边就好办了，下边就换一个词儿，爱迫于女个龙巴人，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女呢，啊是鼻音，由前加字变成一声，后边那个乌加上啦变成鱼，啊的声母是女，发跟鱼拼起来，女跟鱼拼起来，女，哎，爱迫于女个龙巴人，爱迫于女个龙巴人，下边看女嘎包，女是银子，嘎包是白色的银子，女嘎包，热对，看见白色的银子的时候破一产，女嘎包热对破一产，女嘎包热对破一产，又烦恼了。再看下边翻过来，这个是爱迫于是 u 一跟乌拼起来啊，这个汉语里头没有。爱迫于 u 给龙巴人啊，不对，我读错了 u e 啊，你的意思是读双音节是吧？它有没有它俩连不连？还是应该虚词，还是应该轻声。一是虚词啊。哎，它是的嘛，一是的，慢慢就熟悉了。咱们再来啊，爱迫于 u 一龙巴人，爱迫于 u 一龙巴人，下边一个是 u 啊 u 一是轻声嘛 u e u e 一乌 u e 那个 e 发轻声，哎 u e 对 u e 下边啊 u 云波 u 云波，咱们看这个 u 会了，那个云波啊，啊加了上加字读啊，后边这个元音 o 加了后边拿要加个 n 是吧？n 还要变成晕是吧？加上 n 读晕，前边是 n 晕波 u 热对破一产u 云波热对破一产一句一句的试一试啊。一无 u 哎对 u 云波啊变成一声了，但是这个音含 u 云波，哎对对对，这个还很费 u 云波哎对 u 云波，但都是一声，哎都是一声，对对对 u 云波，哎你加了声母了，那个应该是 n 打头，云波开头，云哎云波，好，咱们来试试啊。时间还是紧张点，咱们来试试啊。爱迫于 u 一龙巴人，
爱婆与有意论巴人，有民保瑞对破一产，有民保瑞对破一产。咱们速度快一点，后两个过一遍啊。第三个是写，就是4句6言的民歌啊，这是一种体，固定的体。然后啊，咱们看啊，洗蜜，这个学过，猫，特别也学过，灶也学过，特别给，哎，那个给读轻声。港了，那个拉是虚词，所以也读轻声。洗蜜特给港了，猫灶的上面，拉是代表是在那个上面，猫在那个灶的上面，它就没有动词。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呢，就给它加了个动词，说蹲在那上边，那一定是因为根据后边的情况，他一定是蹲在上边，没躺在上边。为什么？很虔诚的啊。后边啊，民lam是愿啊，这个发什么愿，然后气松啊，这如果要是连读的话，就不能读降调了哈，就是气松，哎。这个气是字儿句子词儿，哎，这个究竟是词儿句字儿还词儿跟那个字儿是一样的啊？那个然后还是句子呢？你看那个句用的地方的具体情况。松是3，哎，咱们也学过，气松嘛就是3句，哎，后边啊，给，这个给本来是打发。做动作，他发是发愿，他隔着那个发了3句愿，哎，就是他这个他发了3个愿。这个给呢是一个句格，咱们现在后边那个马上很快就会讲句格，这就不多讲了，也读轻声。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猫蹲在灶上干什么呢？他发了3个愿啊，发了3句愿。他的这个译的也很好，是念着3句悼词，这个显得很虔诚啊。下边旁气，那个阿 K 故意只起延长作用，所以不用管它。哎，旁气就是柜橱上。岗给，柜橱上面的什么呢？七路，肥肉，这很简单。柜橱上面的肥肉，旁气岗给七路，哎，柜橱上的肥肉，这是他念的那个悼词，就是说柜橱上的肥肉啊，怎么着呢？姑素，敬语尊称啊，您的身体啊，您的身体，突架，哦，咱们后边那个学单词都是学突架囊。啊，突加囊是这个一个动词，后边加了一个堂，因为它6个字嘛，要加一个字儿，这是带有口气词的，也为凑字儿。突加囊堂，这个堂的本意是和，就是我和你，他和他，这个和是个虚词，哎，连词，所以也读轻声。这个突加囊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叫他这译的是什么呀？突加囊是这叫爱护啊，保重。实际上囊呢是这个也是一个助动词，哎，咱们现在不多讲了。囊就是做的意思，突加是保重，是爱护的意思。这个他这儿呢就是看说这个肥肉啊，请你保重身体。对，这个送的很微妙的。他这个本来这个猫它吃不着，肯定那柜橱太高，肯定主人放的那个地方它够不着哈，够不着呢他又不放心，老在那琢磨呢又够不着，所以在这装好人啊，您好好活着啊。这个那个很有意思的，他们这个话，咱们来读一读试试啊。洗蜜特给港了，洗蜜特给港了，
minlam chi sum g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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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che gange ch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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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su tukja nang tang gusu tukja nang tang gusu tukja nang tang gusu tukja nang tang这个糖还带点讽刺的意味，你好好的保重啊。这个他这没加啊，你好好的个保重吧。实际上这就是吃不着了装好人在那儿，我祝福你啊。实际上那个牙根在那咬牙切齿啊。啊，也有点那意思啊。还不能还琢磨着这个以后想办法。等着我。最后一个啊，这个来谢。来谢。哎，好话，那直译就是好话啊。什么这个扎西得来，得也是好，来也是好，哎，好话，格言。下边来啊，嚷了，嚷是自己，拉是对自己，哎，咱们前头讲过那个拉是对自己。绝呗，这个究竟是读绝吧，就是读成双音节词，还是读成后边读成轻声？用一般规律你掌握呢，它前边这个词要是动词，就单独读动词，后边读轻声。它因为是动词变成的名词，哎，这个如果是名词就读成双音节，后边就读成平声，哎，如果是名词就读双音节，如果要是这个动词就前头单独读，后边带一个轻声。现在这个需要是个动词，所以是个助动词，所以咱们呢就把它后边读成轻声，所以是绝呗，云丹贴，云丹是学问，贴是那个，是吧？说对于自己需要的那个学问，哎，就是对你来说你需要的那个学问，哎，然后呢，你妈也可以你妈，也可以你么，哎，那个闭元音闭一点，你么是本来是日头是吧？太阳也是天，你看这个跟那个汉语里头这个日啊，汉语的日字儿既可以是太阳，也可以是一日天，藏文也是，就这你么就是也是太阳也是天，哎，来了是每一天，拉呢一个是对向着谁，还一个意思呢是在什么里面，在什么上面，哎，现在就是在每一天里头。然后呢，气热松，这个气热松，这个气热呢，我现在把它当成双音节词来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后边马上又一个轻声，因为这个轻声是为什么呢？它怂本来是动词，应该这个读重声的，但是它有一个习惯呢，那个陈述句句尾啊，经常是轻声，哎，所以呢，就前面那个就读成双音节了，这样可能好听一点。咱们呢，你莫热了气热松，在每一天里头，气是字儿，热是每一个，怂是抓住字儿就是抓到你脑子里头，也就是记住了。说你在每一天里头你都抓住一个字儿，都记住一个字儿，哎，然后呢是扛系，扛是任何，随便。这个习是一个虚词，就是某一个扛啊，就是也还是随便，任指代词。您家，您是那个天，哎，您是天，这个家是100，您家就是100天。松哇呢，
松是走过。松瓦就是那个为什么读轻声呢？因为松是动词后边这个多。松瓦呢，拿呢是这个在这里头，拿也跟那个拿刚才那个拿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说康熙就是任何什么呀？任何事物，这儿呢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说任何一个人随便谁在100天里头，松瓦呢就是你这个过了100天，松是走过了100天。就是说任何不对，我说错了，这个拿还有一个意思是如果，这个拿还有一个意思是如果，这个地方是如果的意思，说如果任何人呢他要是这样过了100天，就是你一天记住一个字儿，如果任何人呢这样过100天，这是七家字儿100，就是100个字儿，抹绿不剩下，驴一个是身体的意思，一个动词就是剩下留下余下是剩的意思，不剩。空度去，理解这个就是100个字儿无余理解，就是你就都能掌握，就自己需要的学识一天记住一个字儿，等到过了100天就能掌握100字儿。咱们来试试啊。让啦绝背云丹铁，对于自己需要的那个学问啊，你莫热啦气热松，康熙人家送完呐，七家没绿空度去，好，再来一遍啊，过一遍。这有点这个压力大了啊，浓缩了，来。没人笑话咱们放开读啊！单杯，俺家给茶不灯，云丹给秋米恰，爱迫于三个龙巴人，三包热豆破一餐，爱迫于女给龙巴人，女家包热豆破一餐，翻过来，爱迫于有意龙巴人，有云包热豆破一餐，写。第二个我忘了读那个题目啊。第二个的题目叫撸就是民歌，这个民歌没有字数什么规定，随便唱就行了。写是有这个字数规定的，4句，每句6个字儿啊。西米特给讲了，闽南起松家给，旁车刚给起路，古树突家囊堂，来写，让啦绝背云丹铁，你莫热啦气热松，
你莫人了七个人送，你莫人了七人送，你莫人了七个人送，康熙人家送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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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家母女空渡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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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结束。超过10分钟。